理想里程碑，由華僑銀行用心幫有心人。開展事業唔容易，要創立屬於自己嘅品牌更加係難上加難。今集訪問嘅嘉賓呢，非常之犀利，佢由冇到有，一手創立咗浴室潔具供應同一站式服務嘅品牌 Richford。喺潔具行業呢，有超過30年經驗嘅就係 Toria 啦。今日好開心可以同佢傾下偈。朱芬你好 Hello， 我係 Toria， 係 Richford Group Limited 嘅 Director。講下先啦，話俾我哋聽 Toria 喺潔具行業嗰度呢，有超過30年嘅經驗，到底當初點解會開始做呢一個事業嘅呢？我最初呢係做貿易出身嘅，一開始摸住石頭過河嗰陣時，啱啱係遇上國內經濟開放，好多外國客戶揾我，想要價錢合理但有品質保證嘅浴室潔具。但我慢慢發現市場其實兩個好現實嘅問題，產品質素好參差，款式又唔多，於是我就開始諗，點解唔自己做一個品牌呢？所以你就開創咗自己嘅品牌啦。咁又要問下，到底你呢個品牌個名有啲乜嘢嘅意思嘅呢？ Which 係代表富足啦，象徵幸福。For 係代表智慧。我哋希望每一位客戶都可以用得健康，用得開心。咁有咗呢個品牌嘅名去撐住之後呢，跟住你又點樣去開始呢一個事業呢？咁我哋由品質把關、設計、生產到售後一條龍照顧好客戶，等大家用潔具嘅時候可以輕鬆啲，就帶住想每一個家庭都用到高質素嘅浴室潔具嘅諗法，加上自己多年行業經驗同人脈，我就膽粗粗咁試創業。開始真係冇諗過做咁耐，純粹係覺得呢件事有價值，值得做。結果一做就20幾年啦。聽到咧，你哋呢一個公司咧就做一站式嘅服務嘅，咁啊客人聽到一站式梗係覺得方便啦。但係你哋要提供到一站式嘅話，應該喺背後好多嘢做嘅，當中有啲咩困難出現過呢？首先就係揾工廠啦。當年我作為一個女性創業者，走內地唔同嘅產區，有啲工廠見到我係香港嘅女仔，未必即刻相信我嘅實力。談到合作時，唔係推搪就係開高價錢，而且將啲唔合格產品混入貨物裏邊，損失慘重。遇到啲冇咁好嘅人，後尾有冇遇翻啲好人呢？有嘅，剛好遇上一個比較老實同埋實力嘅廠長，合作開工廠啦。呢個時候就可以確保每一件送到客人嗰度都會係完美同合格嘅產品。海外嘅客戶已經跟咗我哋20幾年，至今都係我哋嘅長期夥伴，質量嘅保證，客戶收到就冇後顧之憂啦，訂單長做長有，客就有啦，咁都要確保啲貨係正先得㗎。咁你哋喺產品設計同埋開發方面又點樣做法呢？因為每一個國家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同埋標準，特別係香港啦，對座廁嘅要求比較複雜。咁傳統嘅咧有低嘴鑊、高嘴鑊、地去水、9寸同12寸。哇，好複雜啊！一款座廁如何做到適合香港嘅要求呢？於是我哋就研製咗一款單孔超旋渦沖水，仲要加埋銀離子抗菌嘅自由嘴座廁，可以迎合大部分家庭使用。除此之外，環保慳水最重要，迎合現今社會嘅要求。香港細小嘅浴室沖廁所嘅時候就會嘈到屋企人嘅睡眠，我哋利用咗順時針嘅沖水方法，沖水時候就會靜音。原來咁樣沖廁就可以靜啲嘅。咁而家咧產品又有啦，但係要研發咁多嘢，相信都要唔少嘅資金㗎。咁喺資金周轉方面有冇壓力呢？當然有啦，原材料採購、生產線改造都要錢，特別係旺季接大單嗰陣，現金流壓力真係唔細。哇，咁點算呢？有冇人幫手呢？好彩有 OCBC 華僑銀行嘅支持，佢哋提供中小企融資，特別係解決原材料墊資嘅問題，令我哋有底氣地去做創新嘅研發，接大單啦。銀行因應我哋批發代工嘅模式，提供比較靈活嘅結算同埋跨境收款安排，
加上 OCBC 響大中華同埋東南亞嘅網絡好全面，對我哋拓展海外市場幫助好大。佢哋幫你都唔止呢一樣嘢，佢哋仲有個計劃咧，係專係為女性而設，啱晒你。係啊 ，OCBC 華僑銀行咧有個女企業家計劃，專係幫助女性創立嘅企業提供定制化融資解決方案，同埋教育研討會。女性企業家喺呢個領域具備無比嘅潛力，特別係響 ESG 實施方面，為我哋公司帶嚟創新同埋長期嘅價值。本地嘅一啲問題可以解決到，但係要發展海外市場嘅時候，又有啲困難會走出嚟咯，係咪呢？係啊，拓展海外市場真係唔容易，主要係三大挑戰。第一，各國標準唔同，歐洲重視環保，美國要 UPC 認證，澳洲要 Watermark， 每個市場要求都唔一樣。我哋連原材料都用獲香港品質保證局 ESG 建材物料持續發展標籤嘅材料，產品設計、生產流程甚至生產線都要調整。研發成本自然高咗好多啦。啲標準就算搞掂呢，另外又要發展下，就係要令到人哋認識你呢個品牌。呢一個係咪有難題呢？係啊，海外市場早就俾國際大品牌佔據晒，作為香港品牌，要慢慢打入建材市場、工程渠道，真係唔急得嚟，要長期投入。另外都仲有一個嘅挑戰，即係關於呢一個咧跨境供應鏈嘅嘢，物流啦、關稅啦、原材料嘅價錢啦，都會影響交貨同成本。疫情時試過有一批貨運去美國，因為物流延誤，客戶差啲要取消訂單。呢啲突發性嘅情況真係考驗應變能力。頭先聽到你講呢，即係啲標準有好多啦，個個都要你去配合啦，咁難做，但係都堅持又要攞呢一個嘅國際認證，對於個品牌係咪有好大嘅幫助呢？譬如喺競爭力方面，係咪可以幫到好多呢？對我哋嚟講，國際認證唔只係入場券，更係品牌嘅實力嘅證明。首先冇認證根本就入唔到歐美、澳洲市場。其實認證係等於第三方為我哋品牌質量背書，令客戶更放心，溝通成本都低咗。再者，認證係幫我哋突出產品嘅特色，例如我哋嘅智能座齒結合咗慳水認證，加上鹹水沖廁、淡水洗團嘅設計，既環保又實用，配合香港品牌嘅獎項，令我哋喺市場中突圍而出。最重要嘅係呢個標準會逼住我哋不斷咁進步，提升管理同埋研發能力，令品牌可以行得更遠。聽落都覺得咧非常之唔容易啊！聽完 Richford 咧一步步發展嘅故事咧，就知道 Toria 咧經歷過幾多嘅困難，非常之勵志嘅。好多時咧夢想成功係由一個小念頭開始嘅，只要堅定你嘅目標，面對逆境唔放棄，總會有人用心撐住你成就夢想。理想里程碑，由華僑銀行用心幫有心人。